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鍾意打廣東麻雀但係又屎又懶人嘅東哥哥啊！今日又係打工牛馬最憎嘅星期一啦！有冇邊位雀神係已經放假嘅？喺評論區講聲俾我羨慕下。嚟睇今期第一鋪啦，2隻鬼喺手啊！打晒啲番字先，打完又嚟，索字咁多，有冇機會做清一色呢？關鍵時候唔入張就真係煩啦。我隻偏張七索唔想食住啊！竟然又摸返隻八筒，咁再做都冇意義啦，食糊算數。中5隻馬54分。第二鋪八筒係鬼，翻牌就求其打啦。摸七索有胡叫，唔想轉張啊！冇問題嘅，中4隻馬44分。呢鋪舊筒係鬼，起手牌都比較整齊嘅，八索有得碰就叫糊啦。摸4筒搞掂，都係中4隻馬。最後一鋪繼續9筒係鬼，咁多卡窿篇章要求，有隻鬼喺手都好。摸9索可以叫糊啦。
即叫即食，繼續都係中4隻馬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鍾意打廣東麻雀但係又屎又懶人嘅東哥哥啊！今日又係打工牛馬最憎嘅星期一啦！有冇邊位雀神係已經放假嘅？喺評論區講聲俾我羨慕下。嚟睇今期第一鋪啦，2隻鬼喺手啊！打晒啲番字先，打完又嚟，索字咁多，有冇機會做清一色呢？關鍵時候唔入張就真係煩啦。我隻偏張7索唔想食住啊！竟然又摸返隻8筒，咁再做都冇意義啦，食糊算數。中5隻馬54分。第二鋪8筒係鬼，翻牌就求其打啦。摸7索有胡叫，唔想轉張啊！冇問題嘅，中4隻馬44分。呢鋪舊筒係鬼，起手牌都比較整齊嘅，8索有得碰就叫糊啦。摸4筒搞掂，都係中4隻馬。最後一鋪繼續9筒係鬼，咁多卡窿篇章要求，有隻鬼喺手都好。
我夠索可以叫胡啦，即叫即食，繼續都係中4隻馬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鍾意打廣東麻雀但係又屎又懶人嘅東哥哥啊！今日又係打工牛馬最憎嘅星期一啦！有冇邊位雀神係已經放假嘅？喺評論區講聲俾我羨慕下。嚟睇今期第一鋪啦，2隻鬼喺手啊！打晒啲番字先。打完又嚟，索字咁多，有冇機會做清一色呢？關鍵時候唔入張就真係煩啦。我隻偏張7索，唔想食住啊！竟然又摸返隻8筒，咁再做都冇意義啦，食糊算數。中5隻馬54分。第二鋪8筒係鬼，翻牌就求其打啦。摸7索有胡叫，唔想轉張啊！冇問題嘅，中4隻馬44分。呢鋪舊筒係鬼，起手牌都比較整齊嘅，8索有得碰就叫胡啦。摸4筒搞掂，都係中4隻馬。最後一鋪繼續9筒係鬼，
咁多卡通篇章要求，有隻鬼喺手都好。摸狗索可以叫啦，即叫即食，繼續都係中4隻馬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鍾意打廣東麻雀但係又屎又懶人嘅東哥哥啊！今日又係打工牛馬最憎嘅星期一啦！有冇邊位雀神係已經放假嘅？喺評論區講聲俾我羨慕下。嚟睇今期第一鋪啦，2隻鬼喺手啊！打晒啲番字先。打完又嚟，索字咁多，有冇機會做清一色呢？關鍵時候唔入張就真係煩啦。我隻篇章7索，唔想食住啊！竟然又摸返隻8筒，咁再做都冇意義啦，食糊算數。中5隻馬54分。第二鋪8筒係鬼，翻牌就求其打啦。摸7索有胡叫，唔想轉張啊！冇問題嘅，中4隻馬44分。呢鋪舊筒係鬼，起手牌都比較整齊嘅。8索有得碰就叫糊啦。摸4筒搞掂，都係中4隻馬。最後一鋪繼續9筒係鬼，
咁多卡通篇章要求，有隻鬼喺手都好。摸狗索可以叫啦，即叫即食，繼續都係中4隻馬。